今仔继续来看高雄凤山的成义里，每一年中秋拢会放假来烘肉，昨暝摆酒百道，差不多有1000桶人来参加。里长阁特别邀请渔船仔伫咧东部掠20尾龟头刀，每一尾拢超过10公斤，就伫咧现场切鱼啊，甲大家加菜。 闻着酒料的肉，烟肠海味、烘肉香气，互人嘴软，强要滴出来。现场阁有特别大尾的龟头刀，嘛伫烘盘顶悬，油一真高，肉一真鲜，大家食甲少过瘾的。龟头刀鱼，只看过是几排的烘肉联谊活动非常热热，这是伫高雄市凤山区的成义里，每年中秋拢会举办放假烘肉。今年因为疫情，安排1000人内底的烘肉活动互相交流。但是有隔开，就还好。今年准备了20几条的那个鬼头刀，每一条都超过10公斤。里长特别请渔船伫台湾东部掠龟头刀，伫开始烘肉了后，就捧出来替大家加菜。将近1000人的烘肉会有超级澎湃好料，迎接中秋的4天连假。